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伫上个主日，咱个三角组织伫圣殿。耶利米哀歌3章25节，这里讲：既然凡事听候耶和华，心内寻求伊的，耶和华要施恩予伊。以赛亚书64章第4节讲：上帝会为着听候伊的人做代志。咱拢是听候主的人，咱来到伫伊的圣殿，咱要做伙用同心来祈祷，来渴慕亲近主。这时，咱要用这首凡事来祈祷，这首诗歌，咱做伙来备办心，诚做今早起的祈祷会甲敬拜，咱做伙来唱。主啊，你来引带。主啊，你来引带，予我跟过你来行，我伫你的旨意，一生讨你的欢喜。主啊，你来引带，使我深深的脚条，行伫你的旨意，你到你拢无骗你。凡事来祈祷，凡事来祈祷，相信全交通。我心内仰望，亲爱的主在笼中。凡事来祈祷，相信来宣告，听着你应允祈祷。是啊，咱的确凡事来祈祷，相信全交托。我心专心来仰望，因为亲爱主在咱的拢中。马太福音6章33节讲，但要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着这的物件都要煞予恁。第2位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前书2章第1节到第2节讲，所以第一，我考劝恁，着为着所有的人、君王、甲拢总的官员，恳求、祈祷、代祷、感恩。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凡事敬虔端正。这时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为着下面的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咱的国家、政府官员治理来祈祷，特别为着国家，咱要为着乌克兰的百姓来祈祷。咱有看到新闻，咱有看到这个消息，乌克兰甲即摆因这百姓真正是拄着侪伫战火当中会惊吓。恳求主会当保守，刷去一切会无平安，保护因。宣告主，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甲因同在。咱做伙为着咱的国家，也同时为着乌克兰，咱做伙伫遮来开声为来祈祷。主耶稣，你是台湾的盾牌，你是阮台湾的瓦靠，也是阮台湾的帮站。主，你听阮台湾告急，求你来收拾铁灰苍蝇，是阮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甲所有官的群众，愿做用属天的智慧来决策一寡重要政策，带领台湾。疫情甲阮台湾的安全，拢伫主你的保守下面值得看顾。主，阮这时特别要将乌克兰、甲苏联因两国的百姓、甲军队献上我的代祷，伫战火中间死失侪无辜的生命。求主你怜悯看顾，求主你改变普丁甲因的政府官员，互因回心转意，有国际这的政要会当透过外交的关系平息战火。愿主你灵来看顾保守，愿将伊拥抱伫你的手中，感谢最后所名求，阿门。煞者，咱要为着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你是毋是有甘心交予主，互伊来做咱的主人？你有定定真实的祈祷，超找圣神的引带，定定读上帝的话，甲主相沟通，顺服主的心意来行无？咱有时时来追求真理，较无上帝的听。互主伫一切代志来掌管嘛，咱做伙为着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
你是掌管世上万物的主，你也是听阮每一个人的主。你无爱看见阮有一个人来沉沦，只是阮为着阮个人、个人甲你的关系来祈祷，求你互阮看见家己的软弱甲不足，互阮有谦卑顺服的心来亲近你，定定靠目读你的话语，思考你的话语，互每一日阮对灵修当中所读到的圣经节、所听到的诗歌，来成做阮日常生活信仰顶面的美娘。亲像主伫主祷文内底所讲，阮的日式今仔日赐予阮，差派圣神时刻来提醒，凡事接受你的监察，顺探你的旨意来过日子，互阮有固定的读经、祈祷、默想的灵修生活，操练敬虔甲知足的心，互阮的属灵生命健康，日日更新丰盛。阮当心伫咧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煞接咱要为着咱教会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恳求主时常来管教、提醒咱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成员，当心伫基督内底领受主的心意甲智慧，也恳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有美好的见证，来影响咱的朋友、甲咱的社会、咱的社区，咱做伙为着教会中的家庭甲上帝关系来祈祷。感谢你为阮设立家庭，家庭是你互阮每一个人的祝福。主啊，恳求你来祝福阮每一个家庭，互阮的每一个家庭行伫主的听甲连结内面。主，阮求你祝福阮每一个家庭，拢会当来明白你。每一个成员，我们宣告拢要来明白你。主，阮要为着阮每一个家庭的成员的心灵健康经济，每一个顶面来献上祈祷。愿主你赐予阮，互阮伫家庭的成员当中有健康的身体，会来跑走每一日的路。主，阮也恳求你伫家庭内面赐落教育的经济，互阮每一个家庭伫经济顶面有教育有通用。主啊，恳求你嘛赐福伫阮的家庭内面，若有就业的，也是学习的，也是咧考试的，拢交托伫你的手。愿主赐落教育的智慧甲能力伫内面，互因伫工课内面，也是伫学习顶面，拢满有上帝能力甲恩膏。主啊，阮恳求你也将阮每一个家庭也未记捌你的成员用落伫你的手，因为阮知影明白你是上大的祝福。愿你将这个祝福赏赐伫每一个家庭内面，互每一个家庭因为明白你进入丰盛的生命、丰盛的关系内面。阮将每一个家庭恭敬交托伫你手，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凡事来祈祷。凡事来祈祷，相信全交托，我心来仰望，亲爱的主在笼中。凡事来祈祷，相信全交托，领着你应允祈祷。煞接咱要为着教会中肢体病痛，还是受到疫情影响工作甲经济收入的人来祈祷。只是邀请你为着你所认捌的亲人朋友，你特别来为因提名祈祷，来到主的面前为因提名祈祷，为咱中间落难的肢体来祈祷。可能因为经济因素、工作还是人际关系，心灵受压制，还是身躯有病痛。请你为因来提名祈祷，也为着你所知影咱有流失的肢体，或者是有人停止聚会的朋友，咱嘛为因来提名祈祷，恳求主的圣神亲自来引带因归向上帝。咱做伙开声来为着你所认捌、你所关心的迄个人，咱为伊来开声来祈祷。主啊，因为你无限的疼，互阮富根教会成做一个三疼的大家庭。阮亲在当阮甘心合意祈祷时，你的确成全阮一切所求所想。只是阮为着阮心灵所向
身体欠暗的兄弟姊妹来提名祈祷，求你施你灵敏的医治，伫因的心上救赎因的身躯，因所的欠缺。主啊，你是好牧者，你昨捌讲，失落的我要找到你，受掠的我要甲你引带，受伤的我要甲你包扎，破病我要甲你医治。伫你我无诚担心的事，恳求你听阮祈祷的声，嘛为着阮认识也是阮天主聚会的兄弟姊妹，恳求信心引带伊倒来你的圣所，嘛为着受到疫情经济受到影响的兄弟姊妹，求你赐下智慧、能力来帮助伊度过困难甲难关。我咱咧伫你面前咧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再者，咱要为着教会的长职、团契首长、牧区的区长、小组长、同工以及整个教会宣教事工，特别来爱为着咱的牧师、咱的传道、咱的下牧师、接牧师、咱的传道，咱来祈祷，恳求主保守咱所有的团队同工，拢有火热服侍的心志，有靠牧主活泼祈祷的灵。恳求主耶稣下属天的智慧甲聪明，互因的服侍满有温果，满有功效，充满宣教的异象。也恳求主保守咱每一个团队，这首长所计划的整个的教会事工，拢通合伫主的心意，合伫主的旨意来执行来行，通吸引侪的信徒。会友做伙来同工服侍，咱做伙来为着咱整个教会宣教事工，咱做伙来祈祷。主啊，天父，主啊，主啊，来请你帮助呼召教会一起来教训。主啊，你喜欢演出啊，主你喜欢一起主。主啊，我将我的一切能力拢交到伫主你身上，来演出我来服侍我们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我所有兄弟姊妹慢慢来服侍因所有兄弟姊妹亲朋好友。主啊，你喜欢的主，你喜欢一切的主，你喜欢永生的主。主啊，亲爱天父上帝，愿阮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恳求你彰显对福强教会的计划甲异象，无论是伫牧区、小组、团契、团队、社区活动的教会发展事工顶面拢有对你来的真光甲开创性的想法。恳求主你帮助下牧师、接牧师、科传道、新学生以及教会的长职、各牧区的区长、首长、团契小组等等服侍团队的同工，拢有对你来的智慧，同心服侍主的心志，互整个教会发展会当行伫合主心意的道路。个人用无共款的温数来投入教会事工，彼此相服侍，愿意不断来装备阮家己，来成做主的器皿，专心尽力甲牧者同工传扬福音，互福强教会成做这个城市、这个社区祝福人的大出口。阿门。通来回应你对阮的呼召甲异象，我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欢喜来祈祷，相信全交通，我心来仰望，亲爱的主在笼中，万事来祈祷，相信来成功，领着你应允祈祷。最后，咱要为着今早起的主日礼拜整个的天书，各牧师的讲道，咱做伙来祈祷，恳求主的圣神临到伫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保守带领今早起的礼拜，对头到尾，上帝恩典满满，甲咱伫地，咱做伙同心，为着今早起的整个主日礼拜来祈祷。主，我要感谢你，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放伫你的手中，阮特别要将下牧师交托伫你的手，叫你赐下一个谦卑敬畏的心，你也使用伊，赐下伊的口才，互伊才会当将上帝你活话的话语会当来宣扬出来，互兄弟姊妹明白。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内底所有服侍的同工来祈祷，叫你今仔日伫一开始的时阵，就互阮有一个敬畏的灵，有一个喜乐的心。阮伫面对所有的阮的服侍，阮知，因为阮若服侍若喜乐，阮也要将
将阮每一位伫即个所在兄弟姊妹放伫你的手，求你赐下圣灵伫阮的中间，主你来开阮的心门，互阮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为阮知阮来这是要来亲近主，求你来充满阮伫每一位兄弟姊妹内底，互阮有一个清彩的灵，阮会当专心注意伫主你的话，阮相信主你是即个聚会的主，阮相信你伫遮要来成做得胜的聚会，阮将即个教会将所有一切今仔日的礼拜放伫你的手，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感谢主，听咱众人祈祷的声，即时要邀请咱做伙起立，来享受主所创造这一切的美好。因为我相信万事万物拢对主来的稳定。春风吹来一阵悠然怀望你，秋头一切鸟花里的吟诗。溪水比草坡水水水个甘甜，我看见上帝的行充满的万美。一滴草，一点露，显明天白大主爱。一口气，一滴水，烧出我命的风声。
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最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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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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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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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听我，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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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是啊，上听我的就是我的阿爸爸，伊听咱每一个人做宝贝，所以今摆咱要继续欢喜来吟圣诗304首，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主上帝。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主上帝。有行有听见，拢总想上惊伊，咱一切切切学乐主生命。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唱歌，因一切主声学乐主生命。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主上帝。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主上帝。因这声好赞。欢喜唱歌，将一切学乐应个归上帝，应个归圣父，应个归圣爷，应个归来听着正人说。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主上帝。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主上帝，愿做你囝儿，自愿天父，你应听通来创造愿大家。愿要尊崇你，愿要称赞你，愿称赞你，我了后万世。我要学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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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上帝。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甲赏赐，互阮受恩的囝儿，通伫主你的圣日，同心自执，齐声学乐。是啦，阮要学乐天顶的主，因为你。赏赐恩典，你创造这个美丽世界，你也互阮来领受到巨大的恩膏甲保护，互阮看见上帝你的大权能甲气力。主啊，伫这个连续假日，阮有缘持守主你圣日恩典祝福的时刻，
愿正大家三甲组织来同心敬拜。愿你的灵甲阮同在，互阮知影，伫你的殿里是何等的美好，你的祝福满满要伫阮中间。愿阮今仔日对你领受宝贵圣经的话语，通互阮得到属灵的栽培甲滋养。祝阮即时要学习主耶稣，甲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了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即时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8篇诗篇23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新的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之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即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堂的天父上帝。搁一摆来感谢阿罗你，互阮会当伫阮生命中行过济济良善甲祝福。虽望伫困难中，你也有缘伫阮看起头前的毋望，因为有你奇妙的作为伫阮的身躯顶，互阮会当伫患难中有你随时的帮衬。阮要高举你救恩的宝座，活出以你为中心的生活。上时，阮若要认罪悔改，求你开阔阮的目睭，拄起阮的自大甲骄傲，看起你所赐下的济济恩典，来顺服伫你的旨意甲计划。上时不日，也是228公义和平之日。除了伫咧追思228事件中顺利的台湾民主前辈以外，也祈求天父上帝，互阮更加来明白族群彼此尊重的重要，来实践你所启示阮行公义、信尊人民、谦卑甲上帝三角行的道理。也感谢你赐予阮所有的会友教业的福分，会当三角组织伫你所设立的圣殿来敬拜甲服侍。求你赐阮智慧甲顺服的心来面对这一切，互阮凡事拢会当顺探你的旨意来行。互阮有搁较大的快乐来为着福音跑走无煞，也求天父上帝眷顾甲祝福，互阮富强教会众会友会当身体健康、事业兴盛、心灵喜乐、人际关系美善、灵命成熟健壮，伫教会服侍拢会当尽职尽忠，做一个上帝国的好门徒。愿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时，咱来讲授上帝的话语。今仔所要读的圣经节是记载伫2个所在：诗篇55篇22节，甲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由我来读。诗篇55篇22节，着将你的担卸予上主，伊会扶持你，绝对袂互义人失败。第2个所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劳苦背重担的人，
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29节，着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30节，我的担合用，你的担真轻。圣经读到遮，只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主啊，求你甲我徛起。献诗煞，咱要请校师来讲道，伊要来传讲的信息是：拄劳苦、写重担的主。感谢主，咱做用花声来学到咱的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到早平安，真欢喜，咱伫即个连续假日，咱有缘会当
有即个福分，通到主的圣殿伫遮来敬拜上帝。咱伫即个台湾即个社会，即马即个连续假日是足宝贵的假日吼，有真侪兄弟拢会采用即个时间，有会去故乡探亲，有会出外旅游。咱无论是伫咱的礼拜堂实体的礼拜，也是出外有用网络来做伙敬拜兄弟，愿上帝共款施恩赐福，享受即款属灵的恩典伫咱中间。伫今仔日，咱除了即个连续假日的礼拜，咱也有小等的伫即个讲道后，咱有一个每一个月一摆，咱一个异地的祈祷的服侍。所以咱请咱的长老，请咱的代祷团队备办心，为着即个得主恩典祝福的祈祷来备办。咱的敬拜团也当来协助，特别是鼓励咱在座的兄弟，你心灵有拄着艰难不足，也是讲你有肉体上的病痛，也是了你静养的中间，你就是勇敢壮胆，来到伫面前。伫讲台前，迄个是一个信心的祈祷，是一个呼救主的祈祷，是一个要领受医治的祈祷。所以咱会当备办心，伫即个今仔日所读的经节的内面，咱要三甲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除劳苦胜重担的主”。咱伫分享之前，咱大声来叫做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知影伫即个世间，阮有侪无法度，阮家己掌握料理，也是控制的事。有时会带来互阮惊喜，总是有真侪时间带来阮侪的惊吓、不足、烦恼、忧郁甲重担。主啊，阮伫人生的日子，特别是即个工商社会，阮所面临到的各种事项是愈复杂愈多，拄着的人也佫较多。所以当阮伫即个人俗的日子，要行主的恩典的道路，要领受即个丰收的生命，阮着爱学习安怎将阮家己的劳苦甲重担，会晓通过阮的交托来得到啥，阮就会通有气力、有信心行头前的道路。愿你的话成就阮的气力，甲阮的帮助。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有读两段短短经节，事实这经节是诚做我一个引题吼。这引题咱会阁线接读阁较侪经文。头一位是诗篇55篇22节吼，简单一节。这节伊一个经文的主题，咱看就先知影。伊讲，着将你的担卸互上主，你的担爱卸互上主，毋通家己担条条就对啦吼。伊会扶持你，绝对袂互义人失败。好，咱有一个将家己的担卸互上主，这是一个真简单的道理吼。咱绝对无爱担遐侪担，但是人的心灵真奇怪啦吼，会使讲奇怪，嘛是真奇异，就是有时咱担要卸袂去，有时咱毋知影咱有担。咱掠做讲我著足拼，足气力，认真要甲经过，袂晓将遐个担来放开。早前就捌有一种笑话，现在网络嘛有讲新的共款类似的笑话吼。就是一个人担一个担，要去到另外一个迄个家准备要伫遐来卖物件，担真重。有一只小卡车来吼。安尼真好咧，讲哎哟，即个阿伯啊实在是安尼透中透时日头足炎真忝。我说要顺路，甲你载一个好毋好？安尼这阿伯真客气，讲安尼少年的遮好咧，来好，互你载多谢安尼。伊心内想的是讲，我会当较早到，我会当较早伫遐来摆摊来卖物件安尼吼。所以就一个上迄个小卡车车准备要行伊阁甲迄个担担到肩胛头，徛伫迄个小卡车的顶悬安尼啦。
意思是讲，伊就感觉打迄个打无感觉咧，说佫继续打呢。迄个司机对副司长看讲，哎呀，伯啊，你哪会遐客气啦？你打哪会无爱甲放落来安尼吼？迄个打了囥到迄个车道顶玩就好啊，你哪会打伫警告顶管？这看起来是一个小笑话，毋过咱世间人真侪人安尼，真侪人安尼，因为你的心看掉的。但今仔日这个22节是一个引题，事实今日要招咱兄弟来看规篇的诗篇。担要跋写是要写啥物担呢？是咱后壁佫一个写线说讲，绝对袂互义人失败。是义人失败，甲即个写担有啥物关系？这是咱今仔日头一部分，咱要三甲学习的安尼。咱第二段部分是咱所识的经文，就是耶稣对所有劳苦过重担的人的一个呼召。咱大声要想的是讲，事实罪啊，罪就是人劳苦甲重担的根源啦吼，罪啦，这个罪伫咱人的身躯、世间人的身上，所以遐个侪劳苦、冲突、怨妒、怨恨、艰难，人甲人中间侪摩擦，拢是人的罪，也是人的自私所引起的。当咱了解即个大情景的时阵，咱就袂讲，我拢足好，别人在陷害我，别人在欺负我，有时是咱家己无意中，咱嘛会犯到即款的错，这是咱一个共同的认知啦吼。咱今仔日即个诗篇，咱有闲会当规篇来读，今仔日咱要做一个整体的了解。即个诗篇到底重担是对倒位来？重担是啥货？即若无读前后文，咱干若读即节，可能一句真好的金句若定吼。原来，即个主题讲，想回到是你啦，想回到是你。所以诗篇55篇的情景是咱可能较侪伫电视顶看到的吼，遐个历史剧吼，也是遐个安尼八点档安尼冤仇冤来冤去迄款的。即个情景是讲啥物？即个作者伊是互家己的知己，互亲密的朋友出卖的心境。知己哦，佫毋是外人呢，是知己亲密的朋友出卖的心境。你来甲看，是安那上亲的人会出卖，互伊心艰苦、担重担。咱会当讲罪、自私、贪心、骄疑、怨妒。拢有可能，真做人劳苦甲重担的来源。咱要一段一段，咱可能咱有诶较无习惯查圣经啦吼，毋过咱会当甲这经节摕出来了解。第一个，对第1节到第5节，就是即个受出卖诶诗人伊写诶祈祷，伊讲诶祈祷，伊讲上帝啊，毋通闪开毋插我，毋通插我艰苦啊！请你毋通插我，安尼求你随听我的祈祷，回答我的祈祷。这是开头的一段吼。因为咱是用即个有咧写即个大纲吼，我用中文的吼，现代中文，互咱了解讲即个开题原来是咧讲伊受出卖要诉苦，要甲上帝祈祷，讲上帝，我实在上挡袂牢啊！你毋通闪开啦，你都爱听我祈祷啦。经节台语安怎读的？伊讲上帝啊，求你暗耳孔听我的祈祷，毋通眯起来，毋听我的困求。求你听我、应我操烦郁卒心不安。兄弟姊妹，你会操烦无？你会郁卒无？你会心不安无？当你受到打击、受到出卖的时阵，还是讲你拄着侪人情世事的苦境的时阵，你会安尼讲：我操烦，我郁卒，我的心不安无？伊讲出原因，拢是因为对敌、犯法、歹人压制，因将罪恶摊起来，来洗我，然后因受发受去，
来分别我。意思是讲，这个对敌吼，安尼毋走就对啦，一直甲我像咧威武啊安尼，啊伫遐来甲我压制，啊来甲我安尼分别，啊互我安尼喘气喘袂去，喘袂过安尼。咱来看伊安怎写，伊讲我的心焦假痛苦，死亡的惊吓临到我，惊吓摇摇带包围我，恐怖看白我。兄弟姊妹50个经节，啊，互咱看见即个诗人伊心中的苦境。上帝，你著听我祈祷，我心足操烦郁卒，心无平安呐。因为对敌安怎吼，一件一件钉钉塔塔，互我安尼艰苦啊，拢喘气喘袂过呢。我的心的焦假痛苦，甚至连死亡都互我感觉讲有要拄着迄种感觉，摇摇带为我恐怖看白我。兄弟姊妹，即款的情景，个人的感受无一定共款。咱今仔日活伫即个较自由的社会，检采结果是安尼私人的一寡恩怨，啊，咱人甲人中间一寡人际关系所拄着的即个条件，嘛互你侪侪人生的事所拄着一个安尼感觉讲对人性的失望啦吼。啊，大概诗人所写的一个是人所拄着的重担中间一个啊，上解无法度通透，我通解决的。这诗人安怎伊的心境是安怎？受出卖的人，伊即个艰苦的人，伊安怎？伊心内想讲，要亲像井一样啦，会当飞去一个迄个所在。伫这困境的中间哦，强要喘气喘袂牢啊！我看会当飞粉鸟啊，安尼飞去悬悬的所在，去飞去安尼树林，也是飞去旷野，那伫遐休困。讲要赶紧为着家己找一个避难所。诗篇55篇60到80安尼讲，我讲。我真爱亲像粉鸟啊，有翼，通飞去找着安歇的所在。我要飞去远远休伫旷野，紧到避难的所在，通脱离狂风暴雨。你看咱有时咱人的气力无够的时，咱讲啊，我足想要亲像有翼吼，甲飞走安尼对无？也是讲我安尼走了吼，安尼。100公尺吼，走10秒迄款快速，赶紧会当离开即个危险的环境安尼。所以这是诗人一个期待，讲我足爱亲像粉鸟啊，有翼飞去安休的所在，飞啊远远，飞去旷野无人的所在，因为遐有避难所，有人闪避即个狂风暴雨。你就知影讲，这个诗人伊的担到遮，艰苦甲安尼实在是吼，赶紧要脱离就对吼，赶紧要脱离。有真侪人，伊家己的生活环境，有家己的职场的场所，也是伊所处的人的即个范围内底，有当伊感觉讲啊，郁闷、胸坎安尼，像一块石头地的时阵，足想讲啊，我要闪出去，要走出去。所以今仔日是连续假日吼，有真侪人吼，走去野外对无？有诶走去山林吼，啊，听讲安尼，即类所在樱花开啊，足水。看起来好亲像安尼迄个水的景色啦，事实是人想要去到迄种空旷的所在，啊，家己的心境啊透互开，啊，较像定心哦，搁得到精神较开力啦，吼，开力啦，啊，你搁倒来家己的工作，啊，所以即个休困甲假日吼是足必要的，啊，咱要安怎好好运用，迄个是一个学问啦吼，啊，所以咱就看即两段，一段是甲上帝祈祷，求上帝毋通离开伊。第2段是咧讲伊人的处境是安尼艰苦甲安尼差不多吼，袂当透房的意思。啊，当第3段伊讲起着即个作者伊所拄着的迄个实际情景，是对第9节吼，第9节开始94节。啊那作者发现出甚物呢？出卖伊的人啦，吼，甚物人出卖伊呢？伊讲想袂到，却是。你就是我的同伴，无想就是你，啊，我的同伴，我的知己，我亲密的朋友。而且吼，即句搁较安那讽刺啦。无想过咱做伙伫上帝面前敬拜呢，啊，竟然是你害我，哇！迄人的信心全拢拍落涂骹，对毋对？同伴亲密的朋友，都已经感觉非常的
会安尼挡袂牢，讲无想讲咱做伙当心要敬拜啊，伫圣殿敬拜。吼啊！你喙尼讲啊，遐尼虔诚吼，啊遐尼有疼心，啊逐项吼处处拢表现啊遐尼好，无想讲竟然是你甲我出卖。你也看即款处境，咱人几个人拄会着即款的情景安尼啦吼。咱来看实际圣经是安怎写？主啊，求你拍乱因的语言，互因的话混乱，因为我看到城内有强暴纷争，歹人暝日伫城墙顶行驶，城内充满着灾难邪恶。啊，诗人呢，伊所看其是一个伊所拄着迄个国家的情景，伊迄个知己可能是伊安尼足重要的助手，也是讲足重要的同伴，啊，甲伊反叛，啊，抵到规个城内有侪强暴纷争，啊，规个城内充满着灾难，啊，表示讲有人吼，有人安尼去叛变迄种的意思的吼。城内到处有破坏，街路逐位有压制甲奸诈。12节就是今仔日作者讲出伊的对象吼。侮辱我的，毋是对敌，毋是，若是我嘛要袂当容忍。意思讲，若我的对敌吼，伊要害我，迄是足自然的吼。啊，自古看轻我的，毋是怨恨我的人，若是我嘛袂当闪开伊，意思讲咧比较啦。若假使我的对敌，我的冤仇人，我的对敌来要甲我害吼，啊，我就甘愿啊吼，我就知影自愿啊。啊，若我嘛会当闪开啦。啊，13节就是即句的主题，讲无拍算是你，甲我共身份的人是我的同伴，我的知己的朋友。而且佫较方式是讲，咱以前常常互相亲密谈论，甲众人伫上帝殿做伙来敬拜。无想到是你，无拍算是你，甲我共身份的人是我的同伴，我的知己。今日即话，咱经文读到遮，咱让大概抓到整个诗篇。啊，这诗篇吼，这篇的诗篇写得足具体呢吼。伊甲伊所拄着的患难、灾难，啊以及所拄着的心境，拢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啊。今日即话，咱常常会当伫历史中，也是遐个戏剧，或者是遐个电视吼，看见讲即款。被上亲近的人出卖，迄款的艰苦，迄款的悲剧安尼。其中有一项，有一个就是出名的迄个英国的安尼文豪，就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这莎士比亚吼，伊写迄个有4大悲剧啦吼。伊写的悲剧，什物哈姆雷特啦吼，即款的哦，大家足爱看。啊，虽然伊较早是用迄个原文所写，但是后来甲编故事，反正伊的原型吼，足侪人一直甲改编就对啦吼。啊，伊其中有一个悲剧叫做凯撒大帝。啊，即个故事呢，是安那会遐尼啊，互人感觉讲安尼足揪心啦吼。伊就是讲起着公元前44年，耶稣出世以前44年，当时的罗马一个。安尼上界有威力、上界强力的一个凯撒，即个帝王。当时事实是一个，迄阵的罗马吼是用一种类似讲共和制度啦，吼，毋是讲独一尊的即个皇帝，但是伊已经差不多是皇帝迄种性质，因为众人拢看到伊吼遐尼啊厉害，会当甲伊规个罗马帝国啊统治啊遐尼水安尼，无拍算。遐个上亲近的遐个元老，伊上亲密的战友吼，感觉讲吼，即个若互伊势力一个栽落去吼，阮着拢咱无饭通食就对啦，阮着无路通行，啊着灭无伫迄个殿院宫殿的中间来刺杀伊即个好朋友。啊，所以伊的故事遐尼精彩，就是讲，竟然即个安尼功劳遐尼大的凯撒大帝。啊，毋惊对敌任何的攻击拢拍赢啦，啊无到尾输是输伫倒位，输伫家己的好朋友，遐个做伙征战的
遮个元老的中间安尼。啊，即个故事，若毋是即个凯撒吼，啊无后来规个罗马帝国吼，无遐动几啊百冬、200几冬。啊，耶稣的时代嘛是即个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呢。啊，那即个故事的高峰是啥物呢？就是讲，凯撒大帝有一个伊上界亲信的，伊甚至甲赦免过、原谅伊的上亲近的叫做布鲁塔斯啦。吼，啊，原文是讲做 Brutus。最后，伊是伊举一支剑要甲杀死安尼。啊，伊看到即个伊上亲的人，有诶，迄个啊，小说是描写讲，事实即个可能是伊的私生子啦，是伊的私生子吼。啊，竟然举最后迄刀要甲杀死。伊可能还佫有迄个武功强力，想要佫对抗，但是看到即个人出现。伊规个人全软去啊！伊知影讲啊，无望啊，无望啊！连我上亲的人，竟然也最后一刀要害死我。啊，即个莎士比亚搞写就是啥呢？伊写，伊要临终以前，敢若讲一句啦，啊，讲一句就互人一直想讲，当然即个代志，人生是安尼。伊讲一句啥物讲？啊，你也是哦，布鲁塔斯。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哦，伊规人生完全失去，到最后，即个凯撒就死伫伊上亲的人的刀的下面。啊，历史上吼，咱知影讲，即个凯撒大帝迄是威风凛凛啦吼，我雕像拢有伫遮。啊，伊后来伊统治的整个罗马帝国，你看现在地中海就是伊的内海啊，四周围吼对非洲。欧洲、西班牙，遮拢是伊的领土安尼。你看啊，咱知影讲，伫古今中以来吼，上大的帝国就是元朝，吼元朝，迄个成吉思汗的帝国，迄是亚洲甲欧洲拢看。啊，第二大的帝国就是即个罗马帝国。啊，所以这图是咧描述讲，即个凯撒大帝到最后，互伊亲信，互伊上好的朋友，伫遐来刺杀。迄款的故事，啊，即张图是后来人通过一个画一个意象图，就是咧写讲，即个伫倒仔边即个布鲁塔斯，伊有看到，好亲像一个鬼魂伫甲伊指出讲，啊，你安尼头前的路要安怎行？你上亲的人，你甲杀死安尼，啊，一款描述吼，迄款人的心境的故事安尼。但是为受上亲的人出卖。咱毋知有拄着无？个人的情景无共款。若较少的可能是吼，咱咧读册的时阵吼，互你的同学甲你出卖，去甲老师讲，老师，我看到他在怎么样？啊，你嘛感觉记条条，你敢知？吼，对毋对？一个小代志你就记条条，何况是遐尼严重的代志？啊，这个诗篇就是咧讲起人，因为安尼拄着一个重担放袂开，人的怨叹，人的失望。人都拄着的艰苦，要安怎头办？啊，这是这个诗篇伊咧努力的吼。啊，当然会当阁讲一两个类似的故事。咱知影上出名正经的故事是记载啥物？耶稣互伊上好的学生，伊上信任的学生，啥物人？甲出卖？上出名啊，上界。上界相信的学生犹大，甲伊出卖。咱知影讲圣经有记载讲犹大伊是咧做啥物？做耶稣的啥物？咧管辖的呢？遐尼即位，恁有人做头家，互人管辖，你会信任伊袂？你就会信任伊，因仔毋才会互伊，对毋对？啊，领钱拢不在意啊！啊，耶稣信任的即个犹大。伊最后出卖，所以咱有时看见讲，迄个耶稣吼，伫十字架顶的时阵吼，啊，就遐罗马兵丁毋是咧甲笑吗？咧甲刺伤吗？咧甲损吗？吼，啊，耶稣讲主啊，求你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安怎，因毋知啦。我感觉讲耶稣一直较心内，因有想着犹大。若是
咱听到耶稣的心境，一定讲上帝啊，主啊，我即个学生吼，由你赦免的，伊所做的伊毋知安尼。啊，所以这是咱人类的历史中间一个上大黑暗的迄面，啊，伫这诗篇中间甲描述出来。我要讲一个故事，咱知影讲，咱即个主日叫做公义和平主日嘛吼，啊，明仔载就是228。啊，228吼，原来是咧纪念遐受苦的人，啊，毋过即摆大家煞咧佚佗啊欢喜甲，啊，煞即个到底是咧，即个国定假日是咧创啥，我嘛毋知影意思啊吼。啊，毋过有一个故事，甲咱台南有足有关系。旧年吼，啊，我伫网络看到一个叫做，咱即摆有一网络上，咱就足侪兄弟可能有参加，就是讲有种说募资啊，伊都无钱，啊，讲你有。若赞成即个活动，请你甲我赞助吼，啊，甲我买，啊，我准备要出版一个物件呢。旧年呢，咱台南女中哦吼，咱即个省高女吼，佫真有意思。因哪呢？因创作一个用台湾话写的，吼，台湾话所写的，所画一个绘本。啊，咱遮囡仔，咱甲囡仔讲故事，拢一本绘本。啊，即个绘本吼，用台语写的呢，佫是高中生哦。有4位台南高女的高中生，啊，因做伙创作，啊，一个老师甲指导，啊，指导即个册名叫做啥物？叫做《树仔脚的自由梦》啦，《树仔脚的自由梦》，啊，就是咧纪念因一个校友，白色恐怖的时代受难的校友，叫做丁窈窕。迄台语要安怎讲哈？迄个身材足好，叫做窈窕对无吼？有丁窈窕啦，毋知咱有听这偌济人知影即个故事，听着实在心吼足艰苦，心足艰苦。啥即个故事互人感觉心艰苦呢？即个是即个高中生所画的即个绘本，吼啊，伊咧纪念一个足特殊的故事啦，叫做丁窈窕树。咱毋知有听这知影即个人叫做丁窈窕树无吼？啊，另外一个图是即丛树啊吼，啊，即丛树啊事实有哦，有伫咧哦，伫台南女中的内底操场的边仔有一丛即个金菇仔树，吼金菇仔树，啊，伫遐咧纪念即个丁窈窕。啊，是哪一个受苦的查某囡仔，吼，啊，人要甲纪念咧，哇，即个故事，我想有捌，其实有人编过戏剧啦。公共电视捌编过，啊无用伊的正名吼，用伊即个苦难的故事啊，伫遐咧讲，啊，即个叫做丁窈窕，吼，啊，摕一本册翕，啊，这是日本时代高女的相片啦。啊，那故事简单讲是啥物呢？这嘛是时代的悲剧，但是甲出卖有关系，啊，那伊是伫。啊，即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呢，啊，受枪杀的，一个查某囡仔受枪杀。啊，迄阵伫家口内底呢，伊阁生一个囡仔，意思讲，伊要互掠去的时是大巴肚有生的，啊，拄伫家口内底生一个囝安尼。啊，生伊即个囡仔已经大汉到会晓讲话啊吼，伫伊要互人枪杀的时阵。伊个查某囝喊一句话，诚做互人感觉艰苦的事吼。伊讲：我妈妈毋是歹人啦，毋通甲伊枪杀安尼吼。啊，伫即个故事后来，才会台南女中的学生，经过40-50冬，甲伊个故事画出来安尼。啊，他简单讲是讲，看起这是一个少女吧，咱讲青春少女，伊就是怀着一个自由梦，安尼都简单想要生活。迄个时阵读高女，就是一个咱台湾现在读甲研究所迄款查某囡仔受高等教育的人。啊，所以呢，伊读高女是伊上快乐的时阵吼。啊，毕业了，迄阵有知识的负责人无济啊，所以就互人伊去应聘去咱台南的邮局吼，邮局伫遐工作安尼。啊，无拍算吼。即个故事甲一般的戏剧拢要类似啦。有时水嘛是一个苦难，你敢知影？水嘛是一个苦难，生做水，啊，毋过毋是伊本人，是伊的好朋友，伊的同学，叫做溪水泉。你看，迄个阵也无啥物
什物过滤镜头吼，即个面你来看有水无？查某囡仔，高中的查某囡仔，伊的好朋友。白白是少年查某囡仔，有工课，有一个好头路，来偌好的吼，无拍算是。这是后来因拄着即个案件，因内中的一个人讲出来，吼，就讲即个代志是迄个做证的人讲出来。伊讲即个溪水泉生得真水，做伙伫邮局咧做同事，无拍算有一个查甫的吼，查甫的对伊足介意啊，要甲追求啊，要甲追求的中间吼，可能嘛毋是歹意啊。即个丁窈窕甲口讲讲，即个同事吼，心术不正，吼这查甫囡仔这袂可靠一啦，你毋通甲伊做伙。即敢若好意甲伊的好朋友溪水泉讲安尼啦定。咱知影讲人的迄个由爱生恨，迄款的毒气是偌大啦。伊竟然迄个时阵，咱拢知影讲蝴蝶在你身边嘛。伊即个同事竟然开始写告密的批，写讲即阵人毋知咧变啥梦啦吼，安怎咧告即个丁窈窕，伊就怨恨伊讲你甲你的好朋友吼，讲苦劝伊莫甲我做伙咧吼，就安尼即个案件煞变做一个蝴蝶案件咧，后来变做一个叫做台南支局吼，台南邮电支局的案件，哇，牵跳个120个就对啦，120个安尼，即个溪水泉。即个丁窈窕拢互人掠去关，所以你就知影讲，哎呀，一个查某囡仔也毋捌世事吼，就想讲单纯一个好头路安尼，无干那单纯苦劝好朋友讲，莫甲伊交往安尼啦定。即个代志牵连变做飞碟案。随着后来有人去研究讲，这根本都这是诬告的嘛，伪造的嘛。因为相关的事件拢伫台北迄边发生，哪会伫高雄，伫台南呢？毋过掠去吼，都屈打成招就对了。即个丁窈窕吼，受关的时阵已经结婚啊，腹肚有身啊，入去，到后来生一个囝，伫家个中间。这故事第2段嘛，互人真感动啦。即个丁窈窕，即个女性吼。伊进前就熟悉一个查甫囡仔，毋是结婚对象，是足好的朋友。但是伊即个对象吼，嘛是足兴趣什物民主运动就对啦。伊知影讲即个若甲伊结婚吼，会连累着伊，怎真正甲伊切婚哦，无怎甲伊断迄个婚约。但是竟然真正后来伫家嘛是佫拄着伊啦。即个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嘛是互掠去就对啦。但是即个丁窈窕伊知影讲，过来我可能行袂出即个家啊。有一摆咧放风，伫家咧放风的时阵哦，伊偷偷甲伊即个较早差点诚做夫妇的，甲伊讲你明仔载吼，若有机会去迄个树仔骹吼，我放一个物件，你甲摕一个安尼。伊即个好朋友真正过转工去找，去树仔骹找着啥物？找着一个婚契啊。一个粉的契啊，内面写一张叫做绝笔的批就对啦，要交代死的，要死的批，佫内面加一点头毛放伫内底，无拍算，后来真正即个丁窈窕就互人枪杀去啊！伊迄个好同学吼，即个溪水泉嘛是互人枪杀。即个故事互人感动的是啥物呢？就是因为。伊即个好朋友后来好佳在无受枪杀出监啦。出监了吼，伊足少年即个无法度人结做婚姻吼，毋过足少年即个。伊听着伊讲吼，我一生吼上介快乐的时阵，就是伫高女吼迄段时间啦，足快乐的吼。足少年的就对啦，青春少女嘛。所以有一天吼，真正偷偷吼，甲伊迄头毛吼。偷偷摕来伫高女内底一丛金菇树的树仔骹，甲抬落去安尼，怎甲抬落去安尼？无拍算，迄阵无啥人知，因为偷抬的就是毋敢互知嘛吼。无拍算讲后来即个故事传出去了，伫2005年7年前吼，
咱台南发生风台啦，迄丛金龟仔树吼，带倒去安尼。哇！大家看到是即丛吼，咱台南金龟仔树就足少啊，咱知影吼。真开山路遐有几丛啊，安尼尔，看了真特殊啊吼。迄金龟仔树，哇！咱迄国家一寡单位讲毋通，即丛树有特别的意义，赶紧请人迄个种树的师傅，搁甲伊一寡肉的枝甲削，啊，甲铺起来，啊，搁甲栽落去安尼。啊，所以后来毋得互人甲号做讲，即丛树啊叫做顶窈条树吼，顶窈条树，啊无就讲人缘树啦吼，人缘树。啊，过即几年，才会啊，伊的校妹吼，4位高女的学生，啊就伫遐来纪念伊，吼啊来画出一本即个绘本安尼。哎呀，即位我讲这个故事，是要互咱知影讲，人生吼，有时即侪事毋是咱家己去惹的，是咱无细致就互人甲咱过密去啊吼。啊，互人甲咱出卖去啊！啊，即顶窈条哪会好伊甲伊的好朋友苦劝的话煞变做互人出卖。啊，迄个人啊，写5-6张的批哦，5-6张的批去，就现在像咧警总安尼啦，去甲告密。啊，到最后煞引起一个遐尼大的事件。现在做袂，我今日要先甲即个诗篇来做结束就好。咱后礼拜会当讲后壁段吼，15、19、18节，诗人表达出这心境了，伊安怎讲？作者向上帝控诉敌人的邪恶，并且追求伊的帮衬甲保护。艰苦到无得去，毋则加上上帝啊，你毋通闪避哦，你啊听我讲。啊，这就是伊讲的所苦情嘛吼，伊的苦情，求上帝吼啊。来处理这敌人的邪恶，啊，求上帝来帮衬保护。经文安怎写？伊讲，愿死亡忽然临到因啦，有点仔咧迄甲咒诅就对啦，咒惨吼。因活我落阴府啦，活我哦吼，毋是死落阴府，活我就落阴府。因为因徛迄个所在充满邪恶，我咧，我要求叫上帝上主会救我，是产生一个安尼受出卖的艰苦啊，受叛变，啊，讲得甲上帝诉苦就对吼。17节下昏早起中昼，我哀伤吐气，伊拢会听我的声。虽然反对我的人真多，伊会救赎我的性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互我平安倒转来。但是，位，请你注意，伊即个诗人咧讲话的迄个次数啦吼，伊一面吼足气的啊，讲足侪艰苦话，啊，毋过一面伊讲上帝啊。吼，虽然反对我的人真多哦，伊会救赎我的性命，脱离攻击我的人，啊，互我平安倒转来。啊，最后19到23节就是啊，即个结论吼。伊确信上帝会帮助你，义人袂拄着艰难。伊讲我做了正，我虽然对敌甲我陷害，我绝对要伫上帝面前吼，上帝会甲我讨回公义啦。啊，所以确信上帝大能的帮助，有把伊讲，今仔日咱的主题经在讲，把重担卸互上主，伊一定会扶持你，伊袂互义人失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人拄着人生上大的艰难的时阵的即种的心境。有影，咱人无一定拄着亲像作者遐尼严重的即个迫害啦，但是咱人拢会拄着有诶无诶吼。啊，咱嘛有兄弟拄着讲啊，好朋友吼，好心甲帮衬哦，啊，甲我倒钱安尼有无？啊，亲情朋友同倒钱的，咱一大堆啊。啊，你当初时就信任伊啊，啊，毋过拄着啊，你要安怎？你有个人怨叹一世人呢，有个人怨叹一世人，啊，你要怎过日啊？诗人讲吼，伊要扶持你，要互义人，袂互义人会得到失败。最后，咱来看一段经文，伊讲对古早永远存在的上帝会听见。嘛会甲因报应，因为因毋改变，无要敬畏上帝。意思伊咧责备遐个歹人吼，讲上帝处罚啦，毋是我尔吼，毋是我家己吼，有法度通开力做甚物啦吼。20节，因伸手攻击家己的同伴，违背甲因立的约法，攻击同伴，违背伊约，意思讲两个较早可能是巴蒂的好朋友呢，讲大家做伙来拍拼哦吼。
做伙来创造一个事业无，无拍算到最后吼，哇，迄船帮跳了了，你不怪伊会艰苦嘛吼。伊讲因的喙亲像油骨溜溜啦吼，哇，迄喙齿，因的心更万分，因的话比油较柔软，其实是飞出来都笑中藏刀吼，笑中藏刀。20就将你的担是咱今日的主题，将你的担卸予上主，以为扶持你，绝对袂互义人失败。但是话最后一节讲，害死人的甲奸诈的人袂活到中年吼，伊这有咧甲咒诅吼，意思讲吼，袂长岁寿就对啦吼。上帝啊，你会互因陷落伫死亡的陷阱，若是我要挖靠你。但是即话。咱盼望即段经节，互咱看到的毋是对人生的失望啦，是咱拄着大大小小人生所经历到的艰难中间，你学习即个诗人，甲上帝诉苦，但是伊无失去信心，伊甲上帝讲我吼也要来挖靠你，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挖靠，我要将我的担，互你卸予上主，伊要扶持你，绝对袂互伊人失败。当咱人心有正的时阵，咱的交托就会产生一个开力。咱甲迄个担卸予上主，因为主要替你来担。兄弟姊妹，咱台湾到今仔日了，拄着遐尼多，咱感觉讲有真侪所在发展了袂歹吼，感觉讲真有信心啦。但是咱感觉上操烦的，就是咱台湾的社会袂和谐。大家攻击来攻击去，互相怨妒，互相冲突。台湾若即个结若无透开吼，咱趁偌侪钱，咱经济偌好吼，拢袂快乐。更何况现在拄着伫即个俄罗斯甲这乌克兰的即个战争，互咱感觉感受着讲，哎哟，迄个危险吼，看到足远吼，毋知啥物准备发生，咱嘛毋知。咱毋通互人出卖去呢，出卖去迄着真正。人掠厝拆，鸡仔鸟了无法食，咱一切努力拢无去啊！所以咱若是为着咱家己的心灵的担爱放开，咱爱为着咱的国家祈祷，求主将平安赏赐咱。咱的前辈拄着遐尼多艰苦，咱毋通阁第二遍阁拄着，求主将即款的平安赏赐，互咱台湾人。咱台湾人若是有好的生活工作，而且是一个大家三听和谐的所在。兄弟姊妹，咱准备要来一个异地的祈祷吼。咱要请同工准备大声，咱要先吟首咱即个主题的圣诗的回应诗吼。这首诗歌伫牧师即个时代的人足爱唱，较早是国语的华语的，即嘛有改做圣诗台语。咱来唱第一节吼。副歌唱第二遍，伫这唱的中间回应主会听的时阵，咱要请兄弟准备心，你要受祈祷、受按手、受医治，甲咱的小会员、咱的代祷团、咱的代祷同工准备心咱已经慢慢恢复会当来头前咱同工咱举麦克风做伙来准备，咱做伙来唱这条。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一节副歌唱2遍。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逐日好日光，有时阵。对将来，我充满望，主保守，列他稳当。我当日甲主当脚步，来到前不要紧大家试来，一排排一排咱求主施乐医治伫咱中间，做事。明日为临靠，做事，咱免客气
你有心灵上的软弱，有心中的病痛，要受医治的，就到头前来。咱请小会员，请带导团队免客气，准备来做换手的祈祷。做做事，搁一遍来，做做事。明日会怎样？总是我靠主，咱一路要行头。咱请咱的带导团队咱的敬拜团，带咱来唱这条《赐我自由》，赐我自由。咱吟一遍了后，就要开始来做换手的祈祷。咱请带导团带导团同工咱准备来免客气哦唱一遍了后，开始要做换手祈祷。来，赐我自由的心请你。咱请长老在场的到头前来做换手的祈祷。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活出我心中的不安。最后的我，你的到位，到位。继续细声，咱要受祝福祈祷的，请举一个手，请举一个手。来，咱要受祈祷的，举手一个。咱同工开始准备，咱在开始祈祷的时阵，咱请同工细声来吟来，咱手放落，咱请同工开始来做服侍。为着因的病痛，为着因心灵的软弱，为着因所拄着的苦境，愿主施了医治透望伫的心情。咱一个一个来换手做祈祷。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互你们祝福阮所有的同工兄弟姊妹，上帝医治透望临到伫阮正来中间。感谢主，上帝医治透望伫阮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你，主啊，你的平安和喜乐在阮中间，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主，你的医治透放伫阮中间。袂换着手的，免客气哦，搁继续唱来，继续唱。
我自由的心，若袂举一个手，互咱知影讲有该绕高去吼。感谢主，咱在座的兄弟，你免客气，家己换手，家己祈祷讲主啊，我若有肉体上有万成的毛病，我若要得到主的医治，愿主透放，愿主喜乐恩典伫阮中间。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咱祈祷下，咱做来唱条歌。主的心啊。感谢主，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知影，阮伫这世间，阮活伫这个有罪的世界，罪诚侪阮病痛的来源。主总是阮倚靠你，主你要手术透放，手术医治伫阮的中间。阮无论所食、所闻，还是所啉的有毒素的，主啊，求你亲自甲阮洁净，阮身躯充满着清气，有圣洁，有上帝你的祝福。主啊，现在阮伫这个社会有侪侪压力，所引起侪侪慢性的毛病，阮求主来亲自甲阮医治。主上帝，阮恳求你透放伫阮中间，伫你面前谦卑交托，阮所拄着的病痛，愿主你一针将伊除去。主啊，你的恩典甲疼痛，施落伫每一个有信心的人的中间，互阮经历上帝你医治的权柄，互阮通过医生的帮助，所食的医药，以及阮好的这个生活习惯，会当遮的毛病完全的刷开。主啊，阮有的人有拄着头壳的毛病，有的是精神上会软弱的毛病，困袂去的毛病；阮有是五脏六腑所拄着的病痛的毛病，有的是老人的慢性病，以及阮血路通透的病，以及阮骹骨折、腰脊骨的毛病。奉主的名来宣告，主你要亲自来赐落你的医治，甲透放你的成就。感谢主，主你要应允你，凡人有信心就要得到医治，有信心就要得到救。主啊，帮助每一个兄弟到你主的面前，就是抱着信心来得到医治倒转去。感谢老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泡泡来学老主，感谢主，多谢大家大家的服侍请大家慢慢回座哈，大家请慢慢回座，多谢咱线接下面咱的奉献咱的奉献。这是咱当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这是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我
会众请坐。只是请咱做伙来共读本话金句，请看周报的上下面，咱用台语做伙来读。请既然我靠你的原因欢喜，原因永永欢喜出声，因为你必有因，各愿写的听惜你的名的人，拢点伫你来欢喜。诗篇5篇11节。这是咱做伙来看周报。下周是由夏牧师来正道，书会是陆淑文执事，其他服侍同工甲奉献。聚会消息，请咱家己过目注意。这时咱来看本会集体交通本会的消息。咱先看第2项，本日是228公益和平主日，总会伫各所在拢有举办纪念活动。其中，伫咱台南中会教社部举办228演讲会，咱定伫今仔下晡2点半，伫台南新学院宋英堂要举行纪念228台湾向前行演讲会，而且伫会中追思228事件顺咱的台湾前辈。咱煞接看第3项台岛服侍团队消息。第1项，咱今年大斋节受难日前40天。连锁的禁止祈祷要伫3月7号到4月15，咱请所有附近人，咱做伙来参与。参加的请到教会1楼公报栏来登记。第4项，咱台岛服侍团队要伫3月20下晡2点，伫迄个3楼的副堂，咱举行中保台岛同工的分享会，咱欢迎新旧的同工来参加。彼此来熟悉，分享服侍的美好甲甘甜。咱即摆来看第4项小会报告的第3项。咱本会定期会员的好会手册报告书，咱即摆顾存足侪吼，请欢迎顶礼拜日无来参加的会友甲兄弟，咱到咱的招待岛来索取吼。咱先过来看第11项其他消息的报告。咱看第2项。本会爱心的午餐甲心理顿甲咖啡的厨房，定伫咱后礼拜主日3月6号，咱恢复供餐，咱欢迎咱兄弟坐坐来使用。第3项，咱来看本年度，咱今年第1届洗礼时间是伫4月17个偌济主日，有心要接受洗礼的兄弟，会当开始向办公室甲小组来报告。牧区项团契消息，咱看第2项主日2时间的报告，主日2已经第1项，主日2已经实体上课。那地点伫咱的教育中心的地下室，欢迎各位家长来有备心，带领咱家中的小朋友返来教会接受信仰的教育，培养群体互动的生活。过来就是咱的关怀台岛，咱看第1项吼，为着咱台湾内情甲外交成长来守望祈祷，尤其咱看第3项国际情势迄个台岛吼。咱知影最近乌克兰的战争的冲突，过来就是咱的全球的气候的变迁吼，搁第3项，咱国际的疫情慢慢要恢复平稳，那请咱众会友会当持续来台岛守望。那煞接咱请夏牧师来补充。各位兄弟吼，咱虽然是连续假日看到咱真侪会友嘛，拢持续即个守主日，感谢主吼。咱也为着遮个出外旅游啦度假的兄弟因嘛有一个美好的敬拜的生活。咱为着因出入平安来祈祷原来呢，后礼拜是安排一个原住民的奉献主日奉献主日是一个足远的、足深山的即个司马库斯啦，新竹司马库斯的教会牧师叫做蔡成功牧师，要来主理。我已经准备好啊，讲款好啊无拍算顶日敲电话来，啥物代志呢？伊讲夏牧师足实的，我煞临时甲你改啊，因为伊的小弟伫进前咱几日前迄个寒流来的时就是伫花莲有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新闻有报讲，突然间心因性小可过身去。伊讲后礼拜伊要去处理伊的小弟的告别式。所以怎啊袂通来？我心肝也足毋甘，讲伊的小弟做警察发生即款的事故。毋过我甲伊邀请讲，你无安尼阁慢小法，
较慢才来安尼。所以拄仔拄着今仔日牧师咧分享即个主题，感觉讲内容吼，安尼诚侪通我搁讲，所以我就讲安尼甲切做一半。后礼拜耶稣会指导咱才搁来分享第2阶段吼，用安尼来做代替安尼。感谢主，互咱一切拢会当顺遂啦吼。第2项就是讲，咱伫即个祈祷代祷的事工吼。我有听见真侪教会咧推动即个祈祷会的事工。咱伫进前的拜四几日前吼，咱台南的正教会牧者嘛来咱教会研习无吼。来讲起讲要怎带入一个热情的祈祷、敬畏主的祈祷安尼。我甲牧师团队嘛分享讲，咱教会有一寡足好的祈祷的产业团队吼。所以咱过来就是对3月初8开始，就开始有一个叫做大斋节，意思是过偌节前40日，咱已经足侪年吼，足侪年的即个祈祷会大家是变做化整为零啦。你登记，你就家己的所在，中昼时也好，中昼顿、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大家做伙伫你家己的所在同心祈祷。而且迄个逐日拢有一个祈祷的内容哦吼，祈祷的内容记伫遐，你为着遮个事祈祷。我有听见咱遮个兄弟咧做见证，事实咱的教会后来会当发展，咱的地下室会当买起来。咱礼拜堂会当顺序来起做好，佫无欠钱，拢是因为大家同心祈祷，上帝赏赐的。若靠家己的亏力，咱拢无人敢做，但是有圣神的工就有。所以呢，咱期待吼，今年呢，咱为着疫情会当消毒，大家各行各业会当大复兴，咱的会友会当佫倒转来伫主的圣殿同心主的敬拜。即款迫切的祈祷需要你参加，所以即个禁食祈祷，你嘛会使一礼拜经一顿就好吼。若有较侪顿拢足欢迎，咱伫楼骹来甲伊签名，互伊会当安尼足侪人感觉讲哦，好像像逐个时阵拢有咧守望吼，逐个人拢咧做伙祈祷安尼吼，会用来甲咱做报告安尼。咱拄则其他的报告，咱君君执事已经报告足详细啦吼。明仔载因为228的年假吼。咱教会办公室就无上班，请咱大家若有啥物代志，咱甲牧师联络，安尼就会使吼。愿主赐福咱，伫即个明仔载后日有2日的连续假日吼嘛，是真好的安排时间，大家有一个好的甲亲人交陪旅游，愿上帝赐阮赐福，多谢。这是请咱起立三角的吟上营的圣诗389首，阿拉上帝至权至尊。因是说，咱要请合牧师来祝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扶持帮助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享受着平安、喜乐、信心，对答到永世来无煞。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咱来默祷，感恩来避讳。我要。
仔主日礼拜到这，大家互相请安，交谊，祝大家平安喜乐。